酗酒可以引起胰臟炎，之後可以引發擴散好快嘅胰臟癌。脂肪肝可以引起脂肪肝炎，而長期肝炎會引發肝癌。吸煙會吸入大量高熱氣體，就好似喺火場逃生時吸入灼熱氣體，令肺部受傷而發炎，之後可以演變成肺癌。幽門螺旋桿菌會刺激胃部分泌胃酸，胃酸倒流到食道，食道被胃酸灼傷而發炎，長期胃酸倒流會引致食道癌。喺病理學層面，發炎嘅原因係細胞質內一種蛋白質叫 NLRP3 活躍起嚟後，會刺激另一種蛋白質叫 NF-κB。NF-κB 從細胞質進入細胞核，啟動一個細胞增生機制叫 β-catenin。原來一種叫丁酸鹽嘅健康食品可以減低 NLRP3，減少 NF-κB 及抑制 β-catenin。報告1可以防止發炎引致嘅細胞異變。